带去读唐诗。听当代谈学记生兼记忆龙榜吉事，作者李琦。蔡李协助学记生一旦一时犹不平，乌林落泪千边草，汉书断中对归去。故事匆匆风火寒，大风阵阵飞雪白。先父相贤孝甲午，四九秋叶经足足。当父子通心灵，深山七天来邀请，言离敬肃该应手，将往复旋如有情。空山得鸟散魂合，万里浮云引痴情。此生自然识君也，断绝乌离乱流星。川为荆棘坡，鸟亦大其名。儿孙部落家乡远，落沙沙田爱远声。又因变调飘沙，中风吹林雾对蛙。冰泉湿湿飞木月，野落悠悠初冬夏。长安成年当一环，煌煌敌对青锁门。古才脱落名义里，你是亡君头前去。这就是李琦已经习惯了，恢复自由之心，听琴有感，写诗来叫房吉事房管。起边呢，无大声描写当大的大琴。叫人大声提起了几百年前东汉的才女蔡文姬，将乌鸡18派呢编成琴曲。只要伊挥手一弹，香炉的乌林高高泪水沾湿草原。到国家要来接伊倒转去中原的赛神也感动寸断。伊琴声弥漫在赛歌每一个角落，如泣如诉，哀怨动人。起故呢，都自将乌鸡18派来变成琴曲的由来，细腻生动一日的说明，好像将读者来带进幽邃艺术的境界。一曲的琴音，也将相隔几百年的蔡文姬甲当大呢卡鸟联系在一起，所以呢，再形容当代琴艺，真是惊天地动鬼神，连山妖鬼怪呢对出来偷听。琴弦的紧慢随心应手，手棒回旋，拢带有亲切。三国飞散的鸟群，只要听到伊琴声呢，随时会当来一挖来。天空乌云密布，琴声大起，乌云散尽，变成好听。悲伤的音调，宛如敢若像深夜失魂的歌鸟，更加亲像蔡文姬放撒在乌地所生2夜的细囝，袂当见到了青老母的哭声。琴韵的变化，目测高清，一刹那亲像江河文声，风平浪静。冰鸟听琴已经袂记啼叫了，琴曲间，搁来亲像汉朝的世君公主，甲当代文成公主来互换，伫荒漠的哀怨，就连琴声搁来变调，敢像狂风扫尘后木舞结下声，牵动心灵所有动物搁来野落顶顶，真该拍开涂骹斗来的哀鸣。当代琴技，堪称是天上有理，世间稀。莫怪调中这类的房吉事，伊不爱地名，伊不爱地理，每感觉往人讲，当大会当带琴为来弹奏。读诗的囡仔袂学歹，有气质，够有文采。读诗快乐哦！